板块运动跟岩层的秘密。咱之前讲过吼，咱头前伊讲是讲，咱地球外部的力量，啊，在 external force 外部力量，好，会包含什么 air river 啊，就是 water 跟 air 啊，则形的河流啦，那个风啊、海浪啊这些东西啊，那个 external force 外部的力量。啊，咱即摆就讲 internal force 内部力量。啊，咱即个开始咧讲内部的力量。啊，咱要了解这外部的力量诶，咱来先了解咱地球内部的构造，啊，内部构造。所以咱来看咱地球的分散。咱地球啊，咱了解地球半径6000几公里，啊，有6000几公里。啊，咱认为乌上深的会当乌偌济？咱差不多乌10几公里。好，你想看卖咧6000几，你乌10几公里，我来讲，迄比例拄啊比这分别搁较幼，啊。你若用计量，伊无到迄个两拍的高度，迄个弹膜差不多啦，吼，伊比例，所以你讲，咱要安怎知伊内部是啥物情形、啥物状况？咱有是真正整落，啊，伊才有一个笑话讲，啊，咱若只乌一口水，啊，甲烫过，啊，咱烫过拄啊去美国。哦，哎呀，我们坐飞机啊，哦，咱看着一口水，啊，就写一个往美国，啊，你甲它跳落。好啦，你若说在了乌一口水，你物理二轨、物理常识了讲，你若安尼跳落，会安怎走？愈写愈紧嘛。但是写到对，你写到遮吼。你若无考虑迄个空气阻力吼，你假设这内底无空气阻力，你加速加到遮的时阵，因为你若是一段拢有加速度，啊会愈来愈紧，到中的时阵上紧，啊过遮就开始安怎减速，啊经过迄个。能量守的，你会拄啊写到遮会安怎？会停落来。啊，即阵你若无赶紧甲迄前后边安尼烘掉，你安怎？你会搁闪落去，哦，你会搁闪落去，啊，你就遐来回震荡。啊，但这是无摩擦力、无阻力的情形，而且无可能会当正这，因为。等下你就知，这内底温度悬甲无任何的物件会当做伊的变，吼，所以这是假设性的吼，假设性的。好，啊，咱要知伊内底是啥物情形的？咱逐天发生地动的时阵，吼，每个所在发生地动，伊的地震波。会四界传过，啊，咱逐个所在接着这个地震波，因为地震波毋是安尼摇尔呢。你咧地动时，你敢有感觉吼？有当时啊，伊会传咧摇，啊，有当时啊，伊会安尼上下安尼是，有没有？地震有没有？有时候先左右晃，再上下晃，啊，有时候是先上下晃，再左右晃，因为一个地震出来吼。它有3种坡，就是横坡跟纵坡，有 P 坡、S 坡跟 L 坡。
这3种坡导致你有时候横的，有时候上下。这3种坡吼，连经过固质的时阵，你若拄着液体，还是熔融状态，还是固态，伊的传递能够穿透伊的真规无，还是伊的速度会变慢无，迄拢无共。所以咱个所有所在就测验伊的，因为你是安尼摇是安尼摇，表示这2种坡，因为它的发源地一定是共齐发出去的。共齐发出去，但是因为伊经过无共的所在，有的坡伊会被岩石被吸收，有的坡伊会迄个比较快，所以到你的所在的时阵，伊就有的是安尼摇，有的是安尼摇。你若用仪器去甲侦测，去甲这种测量出来，去比对，科学家就会当知影咱内底先看出伊的状态是固态、液态、熔融状态，佫会当测出它的密度，佫为伊的状态甲密度去约伊可能是啥物物质，这就是咱。是安怎知影咱内底有啥物？简单讲啦，迄就是像咱买水果的时阵吼，你要拍半步，要怎样呐？你敢有对厝里若去菜市仔买水果，你要拍，若咧拍，你若三摆拍，头伊拢咧拍大力，我水果拢来拍。你大拍，讲即粒较好，你若拍半步，你也毋知。凊彩紧，假做做嘛好紧的，拍大家我嘛拍过，讲尾仔头家讲头家你帮我紧一下，迄是要拍哪？西瓜里面要怎样？要好吃要它水分多嘛，对不对？不要干干的嘛。所以你拍打是怎样？看它里面水分饱不饱嘛。这是你制造地震，然后再根据地震传过去，它声响的感觉，有经验的就可以知道说，这条西龟来这水分饱，所以呢，即摆就是讲咱测出来3个部分，第一个部分就是地壳、地壳，地壳 crust。这是外皮的历史啦，就咱水果的果皮啦，来，中有一个，哪个字呢？咱讲地壳，壳，咱电脑迄个 CPU， 4核心、6核心，中只地函，地函，这有布幔的意思所以这有，咱甲翻做地函，嘛有寡册这是标准的翻译啦嘛有寡册改翻做地幔，一个金一个。就是那个蔓延的蔓，咱用地函，好，因外深地壳的高度平均差不多30公里啦，所以到咱人类连地壳都挖不穿，但是这是平均厚度，咱海洋的地壳上薄的所在可能才7公里尔。所以你实际上，你若7公里，咱是会当甲踏过因为咱会当挖十几，这是海洋，你咧挖海洋的地壳，你甲挖陆地地壳，迄困难度都无共但是海洋嘛是咱海上游艇咱海上嘛是专有平台整落，为着要挖石油，因为拢拼命咧挖所以你讲咱挖10几公里是为了啥？一定有利益无你
无代无志，伊正好卡遐同咱了是历史啊，吼，一直转，一直裤骹有宝贝啊，安怎宝贝？毋是石油，就是有金嘛，有钻石，有啥物金属矿嘛，吼。来，地含量以前，你毋免记个数字，我讲咧差不多6000对无？地含的高度差不多3000几，就是一半，搁较加一点嘛。这地壳的高度差不多一半搁减一点嘛，无到3000。有印象吼？有印象吼？这上薄啊，这根本我讲一粒鸡卵就像迄蛋膜安尼。好，这就是伊的3个部分。然后问一个问题，你题目啥甲分做这3层？你根据什么办？我们地球内部分成这3层，好 ，crust、mantle、core。你题目上，咱分类一定有一个依据，是根据它的状态吗？不对哦。地核有内核、外核，它有固态的内核跟液态的外核。同样的，地盘也有。来，大家注意哦，不要忘记，我们咱讲分做这3类型组成物质、化学成分的不同，就是伊的化学式的不同。好，这咱再来下详细来讲，详细来讲。因为我想来讲，伊个有一种分类，就是分做阳极圈、三棱流的岩石圈、软流圈。啊，岩石圈、软流圈，岩石圈差不多100公里。你看啊，地壳平均的高度差不多30公里，岩石圈高度100公里，所以请问，岩石圈是包括咱头前的对部分，是毋是包括全部的地壳？甲啥？伊敢有包括地毯？一定有的嘛。岩石圈里最外部，已包括全部的地壳跟外部地毯，最外部或者最上部的地毯，因为伊100嘛，100内底3个伊内底啊。软流圈差不多，岩石圈下骹差不多150公里左右，所以软流圈全部在哪里？软流圈全部拢伫地毯。来，安尼我搁问你啊，这两个分类标准是啥？你分岩石圈跟软流圈的标准是什么？那就是我刚刚讲的状态。岩石圈是完全没有可塑性，但是软流圈也不是水哦，也不是液态哦。但是它有可塑性。咱想要呢，不是，因为岩石圈就是咱讲的板块，对，它分轻大板块跟一些小板块，这个岩石圈，岩石圈就是板块，软流圈就是咱这 plate 下骹伊在伊个顶动的，所以咱这 plate 是安怎会走？就是下骹这软流圈的热对流，伊伫遐刷顶动，所以伊顶管伊在的这板块就对咧刷来刷去，板块运动的动力来源。好，所以轴心，咱来看，好，一样，板块运动，好，板块运动，
咱地球顶悬有7块大诶，即个板地，啊甲20、30块细地诶板地。因为以早开始就一直刷顶档，啊伫个刷顶档诶过程中，咱板地迄个边界，啊板地边界，即因为你刷顶档会有两种，伊会分开，divergent， 伊会安怎聚合 convergent。一个有一种错动，我袂晓讲错动，伊会分开嘛，伊会配做伙嘛，伊就会安怎？这三种的边界的造成做者地质运动，像上明显的就地震嘛，一定讲地震嘛，所以。全球地震带跟板块交界带有极密切的关系，把所有全球会发生地震的地方那些点连起来，就是所有板块的交界带，密不可分。咱做评论的，咱台湾都在板块的交界带，所以咱注定无带过几个越来越低，这是做数学的代志。earthquake， 所以咱。免惊吹头，咱已经等好几亿年了。所以这就是咱会发生各种的运动，咱会发生各种的运动。所以咱会形成啥物物件？这是无错动较少啦，甲我讲。一种分离，一种分离甲离开，divergent， 咧聚合。因为因你拢换头前尔，所以你掌握这个字根，你会当单字会当加过做对。你想甲带迄内部力量 internal， 外部力量 external， 内底就是因，外口的因，这句分开就是 di 开头的，合起来就是靠开头，后边收起来，后边收起来。咱台湾就属于这，咱是。欧亚板地跟菲律宾海板地，欧亚板块跟菲律宾海板块的聚合带，这聚合带一定拢有地动，但咱除了地动之外，聚合带会产生啥物？造山运动，所以这是咱中央线的，包括喜马拉雅山、阿尔卑斯山，拢是安尼来。那海洋板块呢？大陆板块。伊个做是海沟、海沟，世界中上深的海沟——马里亚纳海沟，伫日本海边啊，伊个深度10000几公，迄个公尺，就是差不多，你若喜马拉雅山你吞都吞袂去。咱敢有顶过啊？有啊，咱认为有够迄个所在。高达等大，第一道的时阵，伫个艺术世界大战的时阵，美国一个探险家做一只圆滚滚的潜水艇，含一个军官，两个人要去探险落去。迄个2次世界大战的时阵，造舰潜艇技术达。无讲像即摆遐好，迄材料上，所以因迄是有趣，可能有去无回哦。所以因出来时阵因拢无甲新闻讲，因为若失败都变小了，就当做一个观察个底伫海底安尼，那个都爆成九死一生。迄袂冰块底伊迄双层玻璃外口迄层门闭开安尼甲定落。是要开压落去，
结果讲继续终于刚到越地球的最深处，有什么？什么也没有。他们到来就扬起一片，几十亿年来可能都没有被扬起的灰尘，因为那边连生物几乎都没有啊。第一次人类下去打扰它，因为啥物拢无，所以已经停了，无人有兴趣落去。最近的一代是啥个会晓知？星际大战，你讲看过啊？星际大战的导演，伊本身对探险很有兴趣，他又很有钱，他拍的星际大战又很有钱，都好野啦，好野的，所以就家己做一个潜艇，家己定。即摆技术无生命危险啊，所以做顺利的，无像迄阵无能够避开来行到尾去。定落，所以咱人类第二次，所以有当时啊换来讲，咱人类一直往迄个别的星球跑，对咱家己的地球拢无介了解，就像咱一直学英语，咱对咱家己的本土语煞拢袂晓讲，这同款的道理嘛咱第部分先上安遮，来。好，安静。